呢個係喺廣州出發最有性價比嘅郵輪航線，全程唔使坐飛機，唔使換酒店，唔使每日搬住行李周圍趯。3月嘅11號出發，船上包食包住，全程係9天8晚，帶你一次去遊玩3個國家，一路帶你遊覽小馬爾代夫、雅莊、最美日落之一嘅阿比、神秘國度文萊。3月1號喺廣州嘅南沙搭乘我哋國家自己嘅郵輪愛達地中海號，每日入住同一間房，瞓醒就係超美海景。船上餐廳每日有200幾個品種嘅美食任你食任你嘆，各種娛樂設施、船上 party 等你嚟參加，仲有24小時嘅管家服務。日頭落船遊玩各國美景，晚上返條船上享受郵輪生活。只需有一本護照就可以話走就走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點個小愛心，蘇小姐發份行程同埋報價俾你睇下㗎。我係喺中山大涌開旅行社嘅蘇小姐。